好，咱看到这摆风台呢，对台湾的南部安尼扫起来，是造成高雄、台南甲嘉义地区这真侪电线拢已经受到损害。一直到今仔日头拄啊中昼要11点的时阵呢，这高雄也是有18000户是停电的。因为台南甲嘉义地区是拢总有超过30万户是停电。台电高雄区处表示讲，今仔日包括着屏东甲台东，拢总有6个工班会来到卡手，要拼下暗全面复电。 风一直前来，台电人员护摩清理透明的主管抢修。风台车来暗时对高雄扫起来，强烈的风势将整只树啊扣倒去，甲未少电线底断了了。台电统计，台南嘉义地区受到风台电力的影响，到初7早起11点有超过40万户失电，其中高雄地区上济时阵将近4万户。台电表示，因为也有18000户也未复电，今仔日会有屏东、台东的工班来支援，要拼下暗全面复电。今天上午也会有来自屏东区处、台东区处共6个工班投入支援抢修工作。本处将于今天入夜前力拼全数复电。高雄除了也剩10个行政区停电以外，基丁的中区污水处理厂也因为抽水管壁管造成上德里附近有50户徛街饮水，上深有40公分。民众原地拢当作是雨上大，一行出门才知影是污水处理厂的水道管。太死了吧！ 另外，风台雨也造成南溪后硬溪，技术因为溪水上过错楼，边仔爆花袂堪哩冲挂，有一部分放弃。工程单位也先救封锁线。啊，若桃园区老龙溪北中，溪水急大土石，甲轻河甲复兴段的暗坑变道冲下去。加在因为事先封路管制，无发生意外。目前等待老龙溪的溪水稍退，甲线工段就会 来进行河船变道的抢修。白天高雄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，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。山区并不排除有达到豪雨的等级，请提醒前往高雄山区的民众仍需小心防范。 高雄气象站提醒，大环境的天气系统也是真无稳定，后续市区、山区也是有大雨的发生，沿海地区嘛有长影出现，请民众爱注意。记者郭家族邱兆阳高雄场报道。